举办迈入第12档的客家树葵花文化节，每一次举办拢会吸引真侪游客前往看花。今年树葵景观区总计有2.6公顷，搭配红色、黄色火焰鸡冠花，各侪侪无同色彩品种，互花海展现缤纷色彩。今年的花很多，除了蜀葵花呢，我们周边还有那个百花草、百日草还有万寿菊红梨前面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火焰鸡冠花，还有鼠尾草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开花了，很漂亮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花期会比较慢，但是并不影响后续我们花盛开的盛况所以在这边诚挚的邀请喜欢看花的朋友，全国喜欢看蜀葵花、看花的朋友来到我们学甲。学甲是我们现在赏花最好的去处。为了要推广蜀葵花之水，公所每当拢会举办写生比赛，邀请喜爱画图的大小朋友前来记录客家蜀葵花的美丽。现场有许多小朋友在这边写生用笔来代替相机把最完美、最美丽的画面就把它一笔一画的把它呈现在纸板上这是非常的好今年除了由客家主席宫赞助主灯，伫文博会受到民众喜爱航仔鸟，也成为装置艺术建筑，互民众增加欣赏趣味。一系列丰富的活动，真欢迎民众前往同乐。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